就是后话，你们家那把路呢，还没有开嘛不如，你们可得路开，你们家路这里搞几年路，我们在国外这样啊，我们在国外这样，我们家过年耍牌就是过了，该和路他妈过很多了。我们都那么里面吃，一旦我被这么路的干嘛了呢？这的话，很多开，嘛还没不多，一来过那么就这么路啊你，一的话开了，关键我这我都么做，还是他妈都在吃不的呢，就出啥的不光被淹嘛去，就晒天嘛。我啥也没见过呢，他妈学校俺不，听说人家最那过钱的，最听说里的，就在跟我巴拉，不然俺们，阿里也没那台，露台的托是呢，露台那是呢，过个啦，你干露台过边过嘞，这这我能你巴拉天么露出晒天嘛不喝嘛就么呢，露台那个么呢？就喝嘛那个，我都还够。但是什么呢？你明天说啊，就是我们呢，做那个沏茶嘛，做那个喝茶嘛，多了嘛罢了。出啥，这边俺们就这么罢了。不然为啥不跟那个呢？底下说的软面嘛，就别的边嘛。不然俺们是怕一送不了呢，就喝茶嘛、奶茶嘛，就多了嘛罢了嘛，还去那边，就花里，就得煮多个那不。就是你还没有从那关键，是把一手一时的花点嘛，挂比如最安全么呢？地址的八卦字是下了的嘛，就这里路嘛，然后你们路后面嘛挂比啊，马个多你个多么呢？是把一手在上么？是把一手挂比嘛俺不的呢？说呢，多了嘛巴拉不，啥子嘛那挂比，地址都那挂比，说呢多了嘛巴拉办嘛的，这里可能嘛不多。俺们家路俺们知道那是你啊，你快递点我，俺现在没必要，不然我才觉得什么，不然你们路看了嘛，快别你在起码我啥不可以，在快别三个付了嘛我啊，觉得我啥这个字好话。